新华老街为了改善交通，实施科技执法，结果民众为了一时方便违停食一碗面，特别罚1000块，造成民怨四起，连带嘛冲击到观光消费意愿，加上厂商社会临时停车超过3分钟，特别开单。毛议员李文俊伫总日巡强烈质疑该路段实施科技执法的必要性。要求无停车空间等配套一定要符合情理法，唔通一意孤行，伤过严苛。伊忽略着民意的沟通，咱要执法前，你应该爱去兼这人小可沟通一下，伫无配套的规划、便民措施啦，一意孤行，会强迫执法，严重伤及地方经济发展。是大家足无乐意看到，这个也做咱本末倒置、违背市府推动地方经济平衡发展之主义啦。咱为着要迄个交通的问题，所以你即马甲用这个科技执法伫遐个，你敢知影？安尼就对咱这个做老街，才带来足大的伤害。新华老街迄附近就是讲有2点。第一，违规停车的部分民众定咧检举，第二，就事故较侪一数啦。当然，即部分因有媒体咧反映这，甲当地店家咧反映这，讲影响到因生意。所以中心甲交通局，伫附近有画即个街仔位要货车要落货方便。暂时即个部分暂停，宣导到6月15日开始实施即个科技执法。连讲，阮执行了一段时间的评估，即个若讲改善了袂歹，有必要搁交迄个科技执法，阮来评估啦。虽然警察、交通单位当初评估设立科技执法，就是违规停车甲事故较侪，不过议员徛伫地方经济甲观光产业发展立场，要求一定要加强甲店家沟通，有友善的交通环境，同时积极规划停车场。对此嘛，得到市长正面回应。台南新闻，阮是林英光采访报道。